进前哦，冲入去台东海端乡二道村的迄只二道小咸，为着要互伊有更较快活动空间，所以台东林管处将换到进前公园小咸所住的笼啊，这个公园小咸就搬到新起好的笼舍去住。搬去住伫新厝的公园小咸适应甲真好哦，暗时是困甲四脚翘上天，真高水。拄换新厝，这个二条咸景安尼东边看过来，西边看过去，对新的环境真好奇。一日看到澎湖尔，随赶紧要接。9月底，这条咸景走入去人的家条内，互人掠起来了，送到派出所。台东林管处随接手赶紧处理，为了要要继续关伫这个笼底，所以讲决定将伊锁到较大的这个所在。伊就是公园咸景那无死所大的铁笼当然，安尼一日来，这只咸景就爱对咧搬厝。台东林管处嘛为伊做一个新的铁笼一日到新的房间就开始伫耍，刷来发现讲边仔有一卡大水桶，刷来嘛扔入去耍。看来这只公园小咸真紧就适应佫会爬起哩休困的平台顶，困干的四脚翘上天，模样真古锥。这新的生活空间是模拟野外环境，希望讲会使提供这咸景更较侪野外探索的经验，帮助因赶紧了解自然生活，更加期待讲会使早一天送因转去野外。